我哋係活着嘅，但係點解痛苦會不斷重複出現？有一位思想家認為，人類嘅痛苦唔係源自外在條件，而係源自內在運作嘅意志性慾望。想要某樣嘢，得到佢，短暫滿足之後，又再次感到缺乏嘅結構。佢話，呢種重複本身就係人生，問題唔係痛苦本身，而係喺滿足之後，仍然迫使人再次追尋缺乏嘅係自己嘅意志。所以，佢提出以禁欲作為削弱意志嘅方法。當欲望減少，痛苦亦會隨之減少，呢個就係佢嘅判斷。但問題仍然存在，痛苦可以被降低，但係邊樣嘢可以將痛苦轉化？嗰個意志又由邊個可以負責到底？唔係科學，唔係哲學，唔係禁欲，亦唔係宗教。我嘅意志性痛苦係由同統治之間建立嘅關係去承擔。